蔡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，根据着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，讲这7大工业国内面唯一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，意大利已经伫咧初六正式通知中国政府要退出计划，不过也是保持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关系。意大利也正做一带一路启动10年来头一个退出的国家。 由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计划，为2013年就落下单，已经有154国参加。除了俄罗斯等少数大国之外，其他拢是阿非拉美等第三世界的开发中，也是高度开发国家。2019年，意大利伫前任空体政府林内加伫加做7大工业国中唯一的一带一路会员。伫改朝换代，由更较右派的梅洛尼入主总理府了后，意大利对一带一路的态度大大改变。金融时报指出，梅洛尼过去就捌强调，意大利家己一带一路是错误的决定，同时意大利成为北约组织甲欧盟的重要成员。家己一带一路也引起其他欧美国家不满，即摆正式宣布退出，同时符合意大利政府本身政策甲其他盟国的毋望。欧洲甲中国一直伫经贸上有密切往来，不过欧盟也对贸易失衡加速扩大高度关切。China is the EU's most important trading partner, but there are clear imbalances and differences that we must address. 除了中国伫俄乌战争的角色甲立场，欧盟也真关切中国产品大量销往欧洲，尤其是太阳能板这类再生能源制品。中国本身内需不足，美国市场也对中国涉限欧洲正做中国高价产品上大的出口。不过中国对这场峰会想要说是完全另外一件代志。排除各种干扰，加强对话和合作，造福双方人民。 要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。金融时报认为，习近平的目的是将对欧盟甲美国伫各种全球议题上立场的差别，扩大分化西方世界的团结，先将欧盟放一边，专心对付美国这个主要敌人。公司新闻记者林边。